歷年收禮唔少，呂麗君身家估計過13億啊！佔地超過3300平方尺，連3000幾尺花園同私人泳池，尺價高達126500啊！全港最貴洋房第2位，依家嘅市值啊，大約4億8千萬。百家道獨立屋真係5星級的家。呢個家只係屬於呂麗君，即係大佬嘅紅顏知己呢。不過佢哋年幾前啊已經分咗手啦。為咗照顧呂麗君同埋一對仔女，大佬俾咗巨額生活費。除咗百家道大宅之外，呂麗君仲持有位於中半山嘅雅賓利大廈單位，市值大約9000萬。佢同大佬仲共同持有英國6層高大宅，估計市值大約4億2千萬。以上3棟物業啊，加埋都成10億啦。再加埋之前蝕42萬之下賣出嘅黃埔花園車位，賺220萬賣出嘅擎天半島單位連車位，加上大佬送嘅2架共值1億5千萬嘅遊艇，仲有2億5400萬嘅藍鑽 The Soy Diamond， 同埋6508萬嘅紅寶石 Soy Red。保守估計啊，呂麗君有超過13億身家。